Hello， 大家好，我係景轉希傾，咁好榮幸可以透過 GC 呢個平台嚟參加到今次嘅北京實創英達科技服務有限公司嘅實習。咁喺北京嘅生活，我覺得可以分成兩個部分去描述佢嘅體驗啦。咁第一個部分就係實習生活，咁第二個部分就係北京嘅體驗生活體驗嘅。咁首先喺實習生活方面啦，咁我係從來都冇去過其他地方實習嘅經驗嘅，所以當我第一日踏入公司嘅時候呢，我就係有少少不知所措咯。跟住 HR 帶我去簽約同埋去見唔同部門嘅領導啦。咁嗰陣時嘅時候，我先如夢初醒，我先發覺原來我自己真係嚟到一間企業嚟實習嘅。咁啱啱開始嘅時候啦，咁當然就唔知道有咩可以做到噶啦。咁亦都唔知道呢啲工作會唔會係我嘅工作範圍之內。咁我就會不停咁去問我嘅上司，問我部門嘅同事。咁佢哋都會不厭其煩咁去幫解答我呢啲問題啦。咁我啲部門同事每個都好好人，咁佢哋除咗會好耐心咁教我工作上唔識嘅地方啊，咁俾我一啲工作上嘅指導，亦都會時不時問我個人嘅狀態點樣，handle 唔 handle 到工作，就好似喺屋企一樣咯，好 warm 咯。係咁，最後一日翻工嘅時候咧，我哋其實嗰日啱啱好都係我哋部門啱啱完成一個超大型 project 嘅嗰一日，咁我哋部門就同領導一齊去食飯，咁亦俾我感覺到喺嗰度嘅溫暖同埋即係對大家嘅不捨咯。所以喺呢度公司實習係我目前嚟講覺得最好嘅實習。咁喺北京生活方面啦，因為我係擔任咗 GC 嘅組員嘅組長啦，咁我要負責制定發現北京嘅行程同埋幫組員點名，留意組員嘅狀態嘅。咁呢個都係我第一次嚟到北京啦。咁啱啱嚟嘅時候，我都係人生地不熟啊，有啲迷茫。但喺我組員嘅幫助同埋其他組長嘅鼓勵之下啦，咁我其實好快就適應咗喺北京入邊嘅生活啦。咁制定咗即係唔少外出嘅計劃，比如我哋去北京去故宮發現北京嘅時候，去美術館玩，跟住試咗好多唔同當地嘅美食啊，就比如豆汁啊、焦圈啊呢啲嘢。咁喺收工之後咧，我哋都會一齊聯絡啦，比如我哋一齊去做 gym 啊，一齊去玩桌遊啊。咁我其實覺得咁樣其實係加深咗我哋之間嘅友誼咯。咁離開嘅時候，我哋都非常之唔捨得對方啦。咁我約咗喺香港，時不時都要出嚟聚下嘅。係咁，總而言之，其實我覺得北京除咗學習到喺工作上面嘅為人處事，點樣識人啊，點樣同人交流，學習喺內地嘅職場，學習呢個以外咧，其實我仲學識咗對待唔同組員喺生活上嘅互相關懷同埋你嘅團隊精神。因為有好多活動咧，其實唔係講你一個勁抽就可以帶晒所有人嘅，我哋一定要有一個團隊精神，要有個 team spirit， 要同組員一齊去做某一樣嘢，咁我哋先可以成功嘅。咁總而言之就係呢啲兩者加埋係組成咗我喺北京嘅生活啦。